高雄的乡亲爱注意哦，今仔暗时11点开始呢，要停水55点钟。经过市政府和水公司的协调，目前有150台临时灌水站，甲5台自来水分所要互民众灌水。伫凤山也有里长甲公庙要开放地下水互民众使用，其中一个正出名的地点就是灵目井。 用水协水，这样传统的储水方式，敢但也阁保留伫凤山文山里的龙目井遮。这口井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啊！因为21暗时11点开始，包括凤山在内，高雄有几落区拢停水55点钟。若是水无够经，要安怎呢？文山里即摆是开放民众来龙目井，24点钟拢有水通灌。 所有遮民众，唔是单阮即个里会使，其他别个里别个所在拢会使来遮摕水。若有欠水的人需要，要冲水啦，要煮啦，要这个煮嘛是可以，要煮才可以。所以就是讲遮24小时拢会当人使用水。看水嘛天然。用水卡甲水倒入去桶仔底，这是贵宾啊福德宫庙里有一口50年历史的山泉水井，平常时都有济信众来灌水食平安。 这摆拄到高雄大停水，这几天都外地人特别来遮灌水。庙方也讲，有欠水的人拢会当来遮灌。较早就拢介济人来去嘛啦，入即缸水啊。啊，较早时阵哦，这水介好嘛，啊，有小咱排队排介长啦。他们嘛是介济人来去啊，市内了把底个，有来去嘛，爱多再造呢。哦，差不多5卡啦，大细卡到5卡的啦。啊，水塔还好啦，安尼应该都会过啦，都会过啦。爱烦恼无？正常是应该会留会担心啦。 这摆因为得了站头前要换管线，高雄停水影响到15区48万户的用水。水泵水公司拢总有设150台加水站，不过因为停水时间伤长，不管是店头也是徛街，拢想办法加添寡水，度过这摆停水的不方便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雄高雄采访报道。